情，生死间，情为何不将生死相许？生死间，情为何不将生死相许？出来了，你就是那位老夫人的小丫头，你是相公的小厮吗？哎，不瞒你说，我家相公是个坏伢子，就娶了你家老夫人，哎呦，司机差点送命，幸亏被别人搭救。为夫呀，还不让我说你，不许你说，你还说。相公，你居然不论性命，不辞而别。那天我在小姐不在场，回去追，一直在寻找举母恩人。今天总算是碰到了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小姐，小姐，去过，我们快走。走，哎，相公，你不想慰慰那位小姐了吗？哎，举人一命，就等着人将来这些，别问我自愿意。走吧。哎，相公，恩公且慢走，且在
我是一定会去的。你家母亲，我是一定会去拜访的，这是一时啊，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呀。是相公啊，是了。像相公乃是谦谦君子，岂肯随我陌生女子同饮？我还是交过琳琅，让他陪相公一同前去。恩公，请稍等，我区区谁来？请稍等，稍等。小子，相公，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我看你呀，是迷上这位小姐了吧？我谁不是？不要啦！平时老夫人为你付出了多多少少的豪门千金，你都是爱理不理。哎，相公，我看你呀，一定是爱上他了吧？小小年纪不懂规矩，这说是为强并命母亲怠慢。是。去问他先生您在家子哪里？你怪我，不怪你啊！
们子子最荣情。令郎来了，娘子，你在说什么？明日是令郎20岁生日，为妻特地为你绣上一幅画像。这是你的亲城画像。令郎，你为我谱写的那首哀歌，我也写在这上面了。不离不弃，生死相许。令郎，娘子。
还记得这八卦江河上也别说千言茶一桶，我是这山上的小路，送你快领公子上上。是叔父，平儿，此境为难当心，你先上上，叔父即刻出来。快走，你灵王，娘子，才来，平儿，你快走，你快走啊！师傅，你也快走吧。翠凤，平儿事情为难当心，不知你愿不愿意救他一命？为了令郎，我关下地狱，愿上刀山。好，丁月令林大人，是结果小姐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丁元令，奉相国府刘夫人之命，前来护送小姐上街。护送我上街？是啊，只因刘相国之子刘文龙宽纵了小姐，非你不娶。刘夫人特命下官前来护送小姐上京。刘夫人要当面审宽，实是宽纵已了，小姐就可留下与刘公子成千百大。不。我是林家新娘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本我遇见林大人，方知实情。既说你一知这情，还在这里俯身不答。哎呀，小姐，你不要冲出去，出去！林大人，你快！翠凤，叔父也是万不得已插此下草。翠凤，只要你抹下林家媳妇的身份，与那刘文龙成了亲，我便能取得天官府的通关路照。有了路照，我与云儿便能死里逃生。不，要我赴汤蹈火，我心甘情愿；要我不顾民间一婚再嫁，娶罪人子子成妻，我宁愿去死，去死！大人定人，一切照计应此。是。翠凤，明今儿子怀你身，且听我在远诉诸神你可知千里贤妹换公妃，拜过何番的王昭君？你可知娇传巧思连万计，奸上吊乱听？你可知西施手干父王文，佛国兴邦立其心？
也罢，向我林家必与这一马共了。你尚不肯前去，我有谁能取得云儿的性命？也可林家斩草除根，我还有脸面我才这死场。可是大言大德、自称自孝的好媳妇，兄长，我林家有救了。我这里有一幅书信，请你免交领了。小姐呀，这幅书信是我特地为领了准备的生手礼，这是我的心。请你免交领了，做个面相。我一定免交允儿。
叫他长留身边，好生报查。但我母亲这里一切我，财宝，财宝，这里一切与我。财宝，我是爱你、痛你的长辈亲人，哪里舍得让你去冒此风险啊，财宝！财宝，这是生死与关，万不得已呀，财宝！师父。新郎新娘拜堂喽！松石头吧。你出没有功，应当重赏。刘夫人啊，这炉灶，你叫这炉灶何用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财富小姐的母亲为不捐躯，她出门偏官，她娘家亲人想拆怪基地。害我兵临相依，请你炉灶就是多谢吕夫人，多谢吕夫人啊，多谢吕夫人。小姐，丁大人，通关律诏可曾到手？小姐得来禀告，通关律诏已在我手。好，劳烦你速速回去交与领了。好，慢，小姐，还有何事吩咐？翠凤我宁为鸟婿，不为我先。啊，你。
缕青丝，请你免教领了。明年今日，才是我的罪孽今生。好一个巾帼烈女也！
本是少教官，地地高官为是父，老母自家力在忙。福州那与此一才，孤身可以随寒窗。从今天过同心黄。夫妻恩爱百年长，百年长。样子放龙之乡有力量，他怎么总是不开口呀？想必是我自古配客隐居冷落了娘子，他才是我的妻么？哎呀呀呀呀！啊，娘子，嫂子。是宝林的
老夫抬头横海，得两家愿取生。一场喜事成事，谢谢儿潇洒红榜出生地。我要想得上层次气上升，他只怕比娘子小。此次何去何从？你自己拿个主意吧。此次说来，恩公愿赏我一命。哎呀，我与你无冤不仇，岂能害你呀？恩公。你到哪里去呀？天涯海角，追寻情深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你是不是晕了？这便是好事好，小姐。哎呀，看你这个样子是何去的？
我看你还是先留下来，等养好身体再走吧。不，此事说被你父母知道，翠凤难道也是我要和你一同遭殃？这你放心，我不是偏生那位子堂啊。你我这样的身份，怎能在一起长治下去？这陈妹，过来。相公，陈妹，替我与小姐做过见证。什么见证？陈妹，你陪着小姐同治那方，所以相关寸步不离。我一个人托此司法，是吗？从今以后，我与小姐开门是夫妻，关门便是兄妹。开门是夫妻，关门是兄妹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快去谢过林相公。恩公，兄长，妹。笑脸啊生啊，喜欢你俩也君君镀金山，这真是龙生龙里龙生凤，长大必定上青云啊。怎么会想我呢？啊，这宝宝是你生的？
想谁呀？母亲，这宝宝他不是我生的啊，这宝宝不是你生的，那又是谁生的呢？真是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你想不想这宝宝不是他生的，也是少夫人生的。老夫人呐，宝宝不想你不想呀，想你做不老身呐，管他天灵把我娘帮他，长大帮不长远啦。好彩的，好彩的！来呀，你把我这生儿准备的长命富贵金书拿来吃。多谢母亲。长命百岁，荣华富贵。哎呀，刘狂，他正在找我们小妮。夫人，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后事见花。香叶他怎么了？有人送来密信一封，请夫人查看。别管三王子举兵进京，成绩大同，新王登基，朝中大明，列名上书，列举在章，告发刘丞相严重了，没王篡位。龙心大怒，将之抹门草菜，刘相爷他已当上天了。母亲。今天霹雳，当得他惜自己，他红离。
兵少将军，相国这些刘副长已在后院月亮寺进了报。启禀少将军，刘维龙现在妻儿从后院逃走。刘文龙啊，刘文龙，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将你的妻子孩子一起捉拿归还，替我死去的父亲娘子报仇。总军师要与我遵守。冷雨呀从老夫有在儿夫故苏生曾讨上
一堂上雷霆，我是来一堂的吞王里。你是青山相逢情怀远，我是家破城荒落情断。你是相靠却靠声声高，我是江山悲泪徒生。
早些相聚，3月有余，也算是人间难得的缘分。小宝宝，等你长大成人，你还记得保护你的刘文龙吗？今生今世，恐难再见了。一般3更荒郊野地，等我何时？令大人，问请大人可一愿，就有众王好喜欢，就等路看金伯君呀，要与大人期盼醉翁之意不才去，方明是家心经为讨官，想当初一封路遭举所成，监考小姐名来完，我举一
你是个聪明之人，难道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常言道，天出口舌，祸出口出。你可要仔细了。老爷不要生气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什么那个东西呀你！不要生气了，不要生气了。我们遭到2名逃犯，他们定要面见领将军。带上了。是。你们，你是谁？是为妻为来了。不，你夫人，
我们在相府之中见过一她，她就是刘文龙的妻子。什么刘文龙之妻？她乃是本将军的夫人。少将军，你的妻子不是被奸者害死了吗？当此，尽管身躯此话，辅佐本将军的夫人，这还了得？来呀！且慢，曲将军杀他们夫妻，他们确实是在将军府、相府中见过于我。少将军，我们一块出吧。滚！林郎，娘子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千年来女往南京，且听为妻诉殷勤。
们兄妹相称，我国发誓，他们没做出不轨之事。林将军，小姐难做参辈子，当了将军当不起。叫我怎么相信你？玲郎，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心吗？叶公子，小姐她为你虽苦虽难，举世一生，你时时对她太不起尽力了。你这里还人不断的说话，你与我松开！三妹，三妹。为父的将军，你竟然欺负可怜的姊妹，将军，今朝这只刘文龙也捉拿归我，押进大牢。立即停手！玲郎，玲郎。这股样子，李相公，他开心，多谢大伯。做娘啊！
哦，此报上心里，也是刘凤了。听着，你曾举过崔凤母亲一命，可有此事？那是他老人家命他服他。听着，你与崔凤小姐做了10月开门夫妻，关门兄妹，可有此事？为了延生耳目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听着，你与崔凤小姐还产下一子，可有此事？这子便是林家的亲骨肉啊！你与崔凤小姐单男男女，情深眼少，难道真的就没有不见挂得了吗？井水河水，清白不法，曾没作证，苍天明鉴。崔凤小姐她美不美？美色天仙，其说美色天仙，你爱是不爱？十分爱慕。其说十分爱慕，你可曾对她动过心思？前情落月，生之心意。李小龙，你不当此招！其说你是她美色天仙，十分爱慕，也动过心思。你与她同治一方，11之举，这是侵犯不法吧？雷将军，此言差爱美之心，神间有之。我爱青纱，我爱白云，我爱春风，我爱明月，我爱鲜花，我爱美女。这世界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，叫人爱慕灵神动心？倘是生生都将这所爱之物作为给予，这人间还想什么圣境？这世界将成何等世界？生月发乎情，止于礼利。君子不得他人之美，古人留下为上卿的所谓而不乱。我吕文龙的堂堂书生，生意制度，岂能做出这不轨之事？李将军。唐宋忘了你肯那样做吧？
幸女子，为了你擦生杀死，不怨不悔，千岁地中率，虽今但讨你，自今必攀上生情，6岁，他的心比金子珍贵千倍8倍。李将军，你有4次眼睛，真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呀！文龙将生死，自度完，杀退从军，天用兵。可是我又恳求李将军，千万要算得翠凤小姐，她太说了，太真了，也太无了。实在伤害于他，天理难容啊！我一定在你身上从轻发落。这句好，好人注意好吧。首府，方才我劝过他了，遇到了金永林的府中，我又有事禀告。不，云儿你来得正好。首府，七星高照祥云啊江，上西临门西门堂，一夕是红喜。兴旺英明喜忠良，这一年同是九曲金龙王，万岁
的红马上行，我是难从命。哦，恰是为何？师傅，裁缝他没事，他平安归来了。裁缝他没有事。他是今身在哪里？要知他一路往东，在内房歇息呢。他明明已经死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他的心腹遇到了好人，是丞相之子吕文龙，保下他一条性命，一路之上送他平安归来的。此事来，他与那奸臣之子当真做成夫妻了。哎呀，师傅，你当初不给我这个是日此劝他，我要是知道了，是万万不会他赢的。总以为裁缝寻迹生意于我为他上表请进走龙庭，真料想他难避死平安归，我岂非荒淫去君，犯罪传出名，一字乱了传乱起，传乱起。我定要我的仇心云儿，裁缝所言，请说你能相信，我也可以相信。他祖宗亲人能相信吗？朝中大臣能相信吗？万岁娘娘能相信吗？天下之人能相信吗？众口铄金，神言可畏，岂不闻讲作政治，正言讲；正作家事，假言正啊！师父，云儿，你可这次该时候处置才好。齐师父，抱歉，罪名万岁，此项问题替我排放。不，这可犯法，死不得。为何死不得？云儿，裁缝至今是个被追捕的逃犯，你才留下他，先是犯了暴别之罪。这些婚姻太晚办法，更是违抗生命犯下欺君大罪，良才平吧。我林家岂非又要打虎临门了吗？我与他们拼了！为今之计，眼前只有一条路了。师父，什么路？留话不留神，留话不留神。哎呀，云儿啊，
师傅也是通情达理、修柔之躯呀，劝你抛弃心爱之旅，实是万不得已违心之举。师傅，云儿，你是忠良之魂，堂堂将军，帮衬万里，仕途光明，凡遇阻碍你前程者，统统踢开，不可收留。师傅，这儿于心不成呐！哎呀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怎能儿女情长时此没有出息？师傅，身为邻家之后，当以邻家生命用所为重啊！师傅，你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？你太上我是忘了你！师傅，我实在做不到。你做不到。好，至于既算你只要女人，不要这名望家世，不要这金州阶层，我也过苦劳的玩多过什么？师傅，兄长，嫂啊，我对不起你们在天之灵呐，我没有把你们的儿子管教好，不是让我同你们一起去了吧？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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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一同别死了。云儿呐，师父，老你还能在这世上活上几年呐？这林家的千秋大业，牵肠离了啊，云儿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不离
娘子，你教错了，翠凤，你愈教错了。我是翠城的儿媳，我是讨饭不。娘子，我心里苦，我心里欲望，你去让我死吧！你不要再死了，不，我要死，我欲死，我欲狂！不要再死了，娘子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你为什么不打我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叫你起来，起来！娘子，一场风雨，变耍冷面，惊醒了我的美梦，改变了你的身手。所在相知，恩爱情深。
此下场。娘子，这就叫缘分，这就是命运。我知道，你才是这是谁？你才用无影的鞭子狠狠敲打自己的灵魂。做不完的。好了，过去的都不去了，可风雨停了，天快亮了，明日已是十里风起。我要走了，我来的光明，走的光景，就不得在你林家引你回尘。娘子，关于那个满月的宝宝，他是你的我所亲生，但他绝不会踏进林家大门。他与自己的母亲，他与自己的婶婶。当作戏剧，气势逃命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。家亲，春风好香。
谢谢。太爷，哎呀，丁太爷，我是潘生呐！哎呀，也要讨娘子，生儿子，还要顾食子。我是怕连累你呀！怕什么怕？你怕，我不怕。今
都为真。我为妹送上一对新车上路。